老婆，你别生气行不行？我妈她就喜欢唠叨你，那你就让她唠叨嘛，对不对？左耳朵进右耳朵出。你怎么能这么没立场？在我这帮我说话，在你妈那帮你妈说话。老婆，我在你面前就是没立场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别想就这么把我给哄好了。消消气，消消气。生气。别生气了，回头我攒点私房钱，给你买件新衣服，好不好？我们的 Lady 果哥，一点心意不成敬意，还望果果小姐笑纳。哇，亲侄孙的爱爹手镯啊！姐，你赚大了。哎呦，这不太好吧？这可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呀。跪着干嘛呀？这么多人，站起来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给别人机会，那不就是给自己机会吗？我接受。你看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艾麦卡，到财务拿张支票。好嘞，义不容辞。看你高兴啊，我就高兴。想不到啊，对我还挺用心的呢。那是，你不知道啊，我跟那些珠宝商关系好得很，只要你开心，怎么都行。我开心啊，不过我想我的姐们儿也开心开心。那也太简单了。哎，不过我们上你们网站头条的事儿，你可得多帮帮忙啊。哟，江湖规矩我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第一天认识我呀？行，那就好。老娘要不是看在这红宝石的份上，才不给你机会呢。这车里怎么这么大烟味儿啊？憋死我了！我得找个什么理由开脱。喂，哪位啊？稍等一下啊，停车。找我出来什么事儿啊？上次你说到一个话题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想要知道所谓的逃婚主义者是怎么逃婚的。我上次不是说了吗？就像网上逃货一样，遇到不喜欢的直接退货。那什么样的男人不会被退货呢？什么样的男人？当然就是能够给女人足够安全感的男人了。安全感。你觉得一个男人怎么样才能给女人安全感？有互相信任的情感，水乳交融的性爱，充分的经济实力。女人是缺乏安全感的，所以如果在婚后，这个男人愿意把所有的金钱都交给这个女人，就是维系这婚姻关系最有利的途径。很有意思，我们每次见面都在谈婚姻，而且我觉得这次逃婚对你的影响很大。哎，还不是我那群闺蜜，她们的婚姻都是很好的反面教材，所以我要时刻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能像她们一样掉进婚姻的火坑。可是婚姻出了状况，有的时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说不定是两个家族的事情。我们不要再讨论这种沉重的话题了。谈谈你吧。我这个人挺无聊的。我在法国念完博士之后，就在一家法国企业待了5年。法国？还博士？那你回来干嘛？我回来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，在这片土地上面有很多大有可为的机会。那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呢？说出来不怕你笑，我现在没有工作。虽然有几家公司都给了我 offer，但是我还在考虑，因为
都不是太满意。各位观众，这可是真金真钻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既然这个人那么有实力，就买几份保险吧，就当理财啦。行吧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们快递的东西收到没有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那个 Martin， 他给了我好多好多礼物，所以呢，我就你寄给我们了？一人一份。哇，哪家快递公司啊？我得把它结了。你行不行啊？我老公那么爱吃醋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吃醋？他凭什么吃醋了？他公司给你的嘛，他就吃醋。哎，别老提这个了。生气了？没有，不会是你找你婆婆要老张的工资，她不但不给你，还想尽办法虐待你？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哎，这保单的事儿啊，你抓紧啊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啊，来了。谁呀？啊，我们家快递。哎呀，谁的快递？哇，啊，这么隆重，哇，真漂亮哎！哇，哎呀，哎呦，真好 ，love， 哈，还有字儿，爱你的马。自从见了你第一面，我就难以忘怀。你也许有心爱的男人，男人送给可可的。哎呦，但我会一直做你心里那个爱你的影子。哎呦妈呀！哎呀妈呀！男人送给可可的。哎呦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麻烦等一下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有没有我的快递啊？你叫什么？孙倩。哎，正好有。谢谢啊。嗯，不客气。什么东西啊？永远爱你的 Martin。这个果果这玩笑也能开啊！哎呀，幸好我读得快。回来啦，给你看，当当当当，还挺好看的。闪吧，这什么呀？钻石啊！哦，哎呦，这是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。啊，也是啊。最近房地产的市场不太好，投资点珠宝首饰是条路子啊。你可真有理财头脑，真亮。哎呀，真漂亮，很贵吧？当然贵了，很贵的。要是我把这条链子送给李美琪，她是不是就不提工资的事儿了？妈，你喜欢吗？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就拿去吧。哎呦，真够大方的。谁送的？一个男的，姓马对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汪可可，
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家小俊嫁给你，不是你嫁给我们家小俊，你已经占了大便宜了。你居然做这样的事情，你让他你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玩意儿你从哪儿拿的还到哪儿去，要不然的话我休了你。不是，妈，你怎么突然发脾气啊？我老婆怎么了呀？老婆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给我看看，你看看。老婆，这是谁写给你的呀？果果的男朋友，他给我和孙茜一人寄了一个，就想让我们吃醋。那链子呢？这也是她男朋友送的，我和孙茜一人一条。看见了吗？你说你刚才瞎发什么脾气啊？就是，不是这凭你说我看到这个字儿写的这样，我又看到这么贵的链子，那他弄在一起，那人能不浮想联翩吗？是不是？那又怎么了？说你两句又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老婆刚才不是说你要是喜欢就把这个送给你，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？我拿回来了。工资的事儿别忘了啊，上交。还要上交？老婆，你能不能跟你妈说，让她没事别老来我们这儿了，我都快受不了了。好了，老婆，是我妈冤枉你了，对不起了啊。我妈也真是的，你别生气了啊。我哪敢生气？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他就想收我的钱，我是不是欠你们家的？什么你们家的我们家的，咱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呢这是？那你去帮我把钻石项链抢回来。这你都送给我妈了，我怎么？是你送的，不是我送的。好了，你去抢回来。我怎么去抢啊？老王，你怎么能跟美琴为了点钱吵架呢？她一个女人是能吵过你啊，还是能打过你啊？他跟我要钱，哎，你别看哎，又给我算账说这嗓门炸着呢。你说你啊，年轻的时候脾气倔，这到老了怎么还这样啊？她是谁呀？她是你亲家母可可的婆婆，你把她得罪了，可可能好受吗？再说了，美琴呐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破，她跟同龄女人比起来啊，那还是有姿色、有品位的。行了，两码事儿。什么两码事儿？一个女人把儿子拉扯这么大，又办这么大场面，多不容易啊！我就是看她这么多年一个女人不容易，我才不跟她计较的。哎呦，没看出来，你也心疼女人呐？我还以为你石头心呢。我这不叫心疼女人，我是担心呐，我女儿在她那儿受气。你看她现在这年纪，正是更年期盛行的时候，万一她那会儿要挤得我女儿，那我才叫真正的心疼呢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老是激动什么呀？老婆，哟，这什么毛病啊？说一句都不能说了。他是不是又回家找他爸告状去？妈，人家可可回去是去看我爸去了。瞧，叫的可真亲热，还我爸。这又怎么了呀？他爸现在就是我爸。好，行，我就问你，王可可对我说要上交工资的事儿，有什么说法？妈，你的想法就太非主流了。现在谁刚一结婚就把工资上交的呀？那什么意思啊？是你不愿意交还是他不愿意交？妈，你这是在激化矛盾。我这是在激化矛盾吗？可可说我坏话了？没有，我是怕好事变成坏事。你的想法也太突然了吧，我俩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。不对，王可可肯定是回去找那个老王头告状去了。我去看。妈，不是，妈。哎呀，你对闺女啊也是没话说。哎呀，单亲家庭养孩子啊，都不容易。是啊，哎，我说你别老称赞她好不好？我那亲家母跟你不合适，你别老剃头挑子一头热啊。哎，你是不是想当我亲家公啊？啊，又来。爸。哟，对不对？可可，怎么着？姚叔，
爸，你去给我评评理。小俊的工资要交给他妈，现在我的工资也要交给他妈，你说他怎么那么爱钱呀？什么？你的工资他要拿着？你等着，老爸帮你找他理论理论去。找谁呀？就找你。哎，你说你能不能不干涉小两口的幸福生活呀？啊？我什么时候干涉他们了？你是不是让小两口的工资都交给你啊？啊？小俊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闺女可不是来告状的，她是让我来评评理。他们小两口辛苦赚的钱，他们自己知道怎么花，你为什么老插手啊？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他们着想吗？哼，我还没见过这么替别人着想的。不是，你对钱怎么那么在乎？哈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要是不在乎钱的话，不是前几年搞了个2手房，你们家大龄剩女能嫁给我们家小俊吗？哎，妈，这装修婚宴的钱我就差你2万，可我已经给了你10几万了啊！你还给小两口要工资，你是不是拿这钱准备去倒房去啊？你说什么呢，王金国？说什么呢？如果你要去倒房，那你就直说。如果倒房这个钱全是给小两口的，我二话不说。但是我得奉劝你啊，现在房价可不稳啊，你得当心点，别摔了个大跟头，说地不平。哎呀，小俊呐，我怎么有这么一个亲家呀？啊！哎，亲家母，我再劝你一句啊，他们小两口的日子能不能让他自己过？行啊，让他们自己过。你问问你家闺女，她知不知道现在超市里面的菠菜多少钱一斤呢？猪肉多少钱一斤呢？啊，鱼多少钱一斤呢？一天的菜金是多少钱一斤呢？他们怎么自己过呀？啊，这不超市都有标价的吗？就是。哦，行啊，你会算是吧？今天咱们就把这账算了。喂，李伯伯，什么事儿啊？找一个总经理。行啊，您说说条件吧。海归，硕士，未婚，世界500强公司管理经验。好嘞，我记住了。哎，李伯伯，咱们那个佣金的问题，谢谢您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这事儿我得好好策划一下。好，您是来招人的还是来应聘的呢？当然是招人的了。那您先填一下表格吧。还是把你们总经理叫上来吧。那也要先填一下表格。您是什么样的公司，要招什么样的人才呢？我们公司可是一家上市的公司，我们需要一个总经理的职务。那您说说您的要求吧。我看你的简历非常适合我们总经理的这个位置，你这2天看一下，就可以过来就职了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这种素质还当总经理呢，我还是自己找吧。哎，您别走啊！总经理的职务，海归硕士，海归大海归。陈大成，我在法国念完博士之后，就在一家法国企业待了5年。海归，博士，就是你了。喂，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，还提供给我工作机会。我这个人呢，不但是个热心肠，我还懂得知恩图报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我们中国人很有人情味儿啊？确实是。那我提醒你一句，这国内和国外职场规则是不同的。在国内，如果没有人推荐，想得到称心如意的工作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那这么好的工作机会，怎么会想到我呢？因为我觉得你这人看起来挺老实的，而且你条件又那么好，你比他们公司开出的条件还要高呢。我把你介绍出去，我多有面儿。那我如果拒绝这个 offer， 你会不会很没有面子啊？随便你啊，但你可别后悔啊。
我开玩笑的，我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机会。一言为定。你就不该回去说这件事情。我不该这么说，他也不该那么做。他做了还怕我说啊？我一点也没夸张。你看看咱爸那个样子，你说你回去说了，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我怎么知道我爸会发那么大的火？你爸不是学中医的吗？怎么火气还那么旺？反正我是觉得他们两个已经对上火了。一边是你爸，一边呢是我妈，不管他俩谁胜谁负，咱俩也都占不了便宜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不过说真的，让我妈这么一算呀，我们经济上好像还真有点困难。不如咱俩就把这个困难就扔给我妈。谁困难啊？我们要真的把财政大权全交给他了，那我们才是真困难呢。你和我这个学经济学的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怎么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？你觉得我们那点钱真的够用吗？省着点用啊。那你怎么省啊？你不吃了，不穿了，还是不喝了？那反正饿死冻死，那都是我自己的事。老婆，你不心疼你自己，你心疼我，行吗？乖老婆，咱就把钱给我妈吧，行不行？这样咱们就可以提条件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想吃那个，明天呢就想吃这个，我妈准会安排的妥妥的。但她是对你，她对我不会这样的。你有我呢呀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老公替你向前冲。我的主权真的就这么丧失了。伯伯，面试顺利吧？那肯定的，我狗可办事儿，必须的。他的条件可比你们公司开出的好多了，对吧？啊，现在就把佣金给我打过来啊？那我把账发给您。好嘞，谢谢李伯伯，再见。这么巧啊！上车，带你兜风。爸，其实你说我俩把工资交给我妈，我俩一点亏都不吃。再说了，我跟可可我俩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。我在想，我妈她如果能够合理安排呢，我们这个样子反而能轻松一些。如果生活上真的是不够的话，我相信我妈她一定会贴补进来的。我想想也是哈。你像我们那个年代，物资匮乏，工资虽少，可紧巴巴的日子也过来了。现在这年代可不一样了，消费的品种可太多了，一不留神就超标了。有人管着，还是好。爸，您真通情达理。我是看我闺女给我找了一个靠谱的姑爷，今天也就是你来。要是别人啊，我早才不理他。哦，爸，我再跟您说一件事情，我妈最近容易激动，如果再有什么事情，你可千万别跟她较真，别跟她计较。哎，你说你妈在你小的时候怎么教育你的呀？你怎么那么会替别人着想呢？
爸，你就别再夸我了，你再夸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爸，就是如果我跟可可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有没有做好的地方，您就直接跟我们说。嗨，人无完人啊，我也一样，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，把可可妈妈给气走了，还把可可惯出一个坏脾气来。把可可妈妈气走了？嗨，当年年轻气盛，说话从来不经过脑子。人家可可妈妈也是个有理想的年轻姑娘，受不了我。那后来呢？出国深造了。哦，这一走啊，就再没回来。有的时候想起来，还真有点后悔。我们家可可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，是我欠她的。她一遇到困难，我就不自觉地去护着她。可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可可跟我讲起过这件事情啊？我不愿意跟她说那么多，我是怕影响她的婚姻观。你不想跟她说，那你为什么跟我说呀，爸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遇到你这个臭小子呀，我就想说点心里话。爸，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傻孩子，我要不信任你，我能把我宝贝女儿交给你吗？这么好的工作机会，有没有信心？你放心，我有把握。好意提醒你一句，在中国的做事方法可跟国外不一样，你千万不要拿老外那一套来管理中国人。在中国，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关系。networking， 这个我懂。业绩就要靠团队的力量才能做得起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就祝你工作顺利。Cheers。这个是给你的。限量版的，奖励我的。这么容易就满足了？这个才是给你的奖励。没有密码。可姐，要不你就去跟蒋总再好好聊一聊，他也就是一时生气，不会真的开除你的。他敢开除我，我谅他也没这个能力。可姐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你就放心吧，只要姐在这一天，罩着你一天啊。不是，哟，都几点了才来上班？我的工作时间是弹性的，你管呢？谁说前台有弹性工作时间了？什么前台？哦，我在前台加了把椅子，你坐那儿吧。这里是组长的位置。凭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的账号呢，现在是张健健在用。如果你要登录内网，就和前台用一个账号吧。可姐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现在是张健健替你担任组长。不是你想象那样的。这叫辞旧迎新，别自以为是。行了，李小俊，逃婚了，你好酷啊！什么呀？哎，李小俊，然后呢？什么然后呀？你逃婚了，你新娘呢？是不是一块儿闹三上吊啊？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关键是你为了谁逃婚啊？第三者是谁呀？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呀。哎，你们想的太多了，我只有一个老婆。太虚伪了。停！我也不跟你们扯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只有一个老婆，我逃婚也是为了我老婆逃的。哎，我说你们俩也太八卦了，小心新老板来了开了你。第一次遇到熟人逃婚，八卦一下也正常嘛。我可听说了，新老板定了。他蒋梅花凭什么撤了我这个组长？我越想越生气，哼，我才不吃他这套呢。是他好像做的确实是挺过分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么多年的职场，我第一次碰见她这样的女人。
他也不想想，职位越高，责任越大，谁跟他争那点工资啊？一想到工资，这个月的工资我不想交给你妈。老婆，我觉得吧，咱还是上交了。你想想，咱交了，咱就省多少事儿啊，对不对？我姐夫说，工资不能交，交了就没有主权了。我们是小家，你最大，所有的主权都在你这儿。那大家呢？那大家你也不是排老末呀，还有我垫底呢。哎，你说那条项链，你妈会戴吗？你见我妈，她什么时候没戴过首饰啊？完了，要不回来了。几个意思啊？你合着这是哄我妈呢？没关系，老婆，等老公挣了钱以后呢，我就给你买很多很多，行吗？哪有钱呀？钱全都交给你妈了。你有小金库啊？我有什么小金库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口袋比我这脸还干净呢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去啊。烦死了。喂，可可姐姐，我帮客户找的经理找到了，怎么样？陪我出来逛街吧？我哪有心情逛街啊？又怎么了？不是又和你那个婆婆斗吧？哎，我说你无聊不无聊？这一天天的。那个蒋梅花她把我给整惨了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小前台，她自己当不上总监，她就把这些罪都赖在我身上，整我。什么梅花桃花方片开的？怎么又冒出这么个人来啊？我觉得你们公司女人太多，是非太多了。行吧，既然她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，我是不会放过她的。其实我也很想治治她，我这种人吧，一般不跟人计较，可是谁要真把我给惹急了，我也是很豁得出去的。哎，你说她那么大岁数的一个女的了，身边也没有一个男人，她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啊？是不是变态啊？行了行了，你先逛街吧，回头我们再打电话吧。啊，行吧行吧，去吧。小梅花，个老女人，你等着。你说谁是老女人？啊，我不是说你。你说你这个孩子，你嫁到我们黎家，嫁给我们家李小俊，你已经捡了大便宜了，你还说别人的坏话？我捡什么便宜了？你大我们小俊那么多啊！你幸福了是吧？啊，你幸福了，你嫁好了，你就说别人的风凉话，你太不像话了吧？妈，怎么了？你这是受什么气了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又跟那个卖菜的毛叔吵架了？好啊，李小俊，你就这么看你妈妈的是吧？在你们心目之中，妈妈是不是就喜欢跟人吵架的老女人？是不是这样？我告诉你们俩，我今天辛辛苦苦的买了这么多新鲜的菜呀、鱼呀、肉了，就想给你们做点好吃的。可是回来，幸亏我耳朵尖呐，就听见他在说我坏话。没有。是啊，妈，谁说你坏话了？我俩一直还等着你回来，给我俩做一堆好吃的呢。好啊，李小俊，我在你的心目之中就是每天伺候你们，给你们做吃做喝的老妈子，是吗？好，今天我这老妈子我罢工了，我不做了，我让你们没吃没喝，喝西北风去。妈，不是，妈怎么了呀？太好笑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妈。买那么多菜，那不都浪费了？妈，你干嘛呀？我干嘛？你这儿子我算白养了。你怎么一见了面就跟人家吵架呀？咱不是都商量好了吗？人家可可也答应了把那工资上交，对不对？我说工资的事儿了吗？我说工资的事儿了吗？哎，他王可可说那么难听的话，你居然向着外人说话，你说你真是长能耐了啊！妈，你就因为这个事儿啊？你还笑？人家那么说你妈，你还笑？我们没有在说你，我们在说可可的上司。
40多了，到现在还没有结婚，还处处为难可可。啊？你记不记得，就是那个不让他同事来参加婚礼的那个人？是吗？是啊。怎么不早说呀？我怎么早说啊？我们哪有机会说呀？哎呀，那你们这样的话，不就显得我在这儿无中生有、无事生非了吗？可可不会借题发挥吧？哎，人家可可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上去吧，我都饿了。是啊，妈妈买了好多好吃的，就是来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回去。又怎么了，妈？不是，我就这样上去，没个台阶下，多不好意思。你现在想要台阶了？你骂人家可可的时候，你怎么也没想着给你自己留个台阶啊？臭儿子，养你干嘛的？不就是给妈妈找台阶的吗？快想想。快走吧，我给你想。妈，你就进来吧，没事儿。可可呢？哎，我的菜也没了。这下好了，不用找台阶了。可是他去哪儿了？哎呦，宝贝儿，爸，买这么多菜呀！哟呵，还有猪蹄儿啊！等着啊，爸爸给你做好了，保证香的你跟鬼似的。这是你亲家母买的。什么？他买的呀？啊，他买的让我来做，他真会省事儿啊！哎呀。我把豆子的裤子改一下。这放哪儿去了？怎么这么背？实在，你娶的这个媳妇儿，她可不旺夫啊！哎，我还能指望他呀？你不指望人家，人家可给自己找后路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谁让咱们没钱没权呢？当年啊，你把孙倩领回家，我就劝过你，在老家啊，找个门当户对的、知根知底的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你偏要找个外乡的。妈，你提当年干什么呀？哎，我和他是同班同学，这不也是门当户对吗？不是和一条水长大的孩子，他的想法就是不一样。这个结婚都这么多年了，他还能有什么想法呀？你没想法，不代表人家没想法。他能有什么想法？什么想法？你看， K 金的啊！哎，妈，哪来的呀？哪儿来的？你媳妇儿的。他背着我们买这么贵的东西啊？你还真相信这是他自己买的呀？他一个月挣多少钱？哟，真没看出来呀。哎呦，这都几点了？儿子，你说你们家王可可可真够有意思的啊！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。对了，他还把我的菜给拿走了。哎呦，不会是瞧不起我买的菜，把我的菜给扔了吧？妈，你还怪人家？谁让你刚才莫名其妙冲人家发火来着？儿子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心里吧老是毛躁的很，老想发脾气。我怀疑是更年期了。妈。 我拜托你，每当你要发火的时候呢，你就控制、控制再控制，啊！我试试，我试试。老婆，快！老婆。哟，这还有汤呢，真好。不是我包的，是我爸用高压锅压的。你买了那么多菜，总不能浪费吧？ 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我去端，你说这烫着你怎么办呀？哎，就是，我可不想人家说我占人便宜。妈，你去帮我们拿一下筷子和碗，好不好？对，拿碗筷。老婆，你行啊。他刚说我什么？他刚才什么都没有说你，
刚才你在说蒋梅花的话呢，他以为你在说他，所以这都是误会，误会啊！自作多情。就是。